后来，再来看这个中南部有未少的歌迷看完着周杰伦的演唱会，要赶转去下港，煞拄着客运车司机共优待介绍，5公里的路程200多块，竟然共花到1000块。台北市交通局讲会来调查。听完周董的演唱会，大人的面容拢感觉真幸福佮满足。对歌迷来讲，这3点半钟就亲像伫咧做梦。不过散场了后，煞歌迷拄着恶梦。是浮动的就对了。对，要不然我跳表就好了。不是啊，跳表也是可以像那个 Uber 那样，就是浮动的价格啊。所以我才问你说，才会先跟你告知。我不知道有1000这么多。当事人为着赶到上尾一班高铁，登去到家己，甚至上尾一条歌七里乡，前走单向就刷卡离开，赶紧到国父纪念馆头前的白班客运车砸车。原本为大巨蛋到高铁台北站，干了200块，想到对方竟然直接破价花1000，气要4倍。他就车窗摇下一点点而已哦，然后就跟我讲说，现在会比较贵哦。然后心里想说，再贵总不可能比过年还贵吧？我也没有想思考太多，毕竟我真的跟时间在赛跑。客运车驾驶讲，几台车队联合起来定出公定介绍，才袂破坏行情。上尾甚至佫提议讲，你若是感觉收贵，会当提早落车。你可以现在下车，你看要叫 Uber 还是蓝小黄，可是我没有选择，因为我如果下去，我一定找不到 Uber， 我也找不到小黄，因为大巨蛋的所有的人都出来了。卖场已经开真侪钱买门票，要来听演唱会。等去到厝，所个叫客运车司机北上领配合歌迷是真尽心。对这件代志，车队回应讲，严正要求司机按照政府规范，禁止任何非法行为，嘛已经随停权。那调查事实，会照车队规定检处罚。北市交通局回应，私底下家己发价行为已经违法，相关会扣罚9万。客运车同齐乱起价代志，早就唔是第一遍发生。北市交通局都爱合法做出改善。Hello， 我是郑慧良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